继续关心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伫选举期间，伊讲伊支持公开高端与风社采买合约。也若高端呢，董事会昨昏是开会决议讲，因同意提早解除保密限制。疾管署就随开临时记者会公布这个合约的内容，嘛强调保密的期限是5年，毋是外界讲的30年。 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伫大选期间，不时拢变作是搁电影摕来过招的焦点。迄当阵，搁是总统候选人的副总统赖清德捌讲，会公开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。即么选后，高端董事会16决议讲，同意提前解除保密的限制。疾管署嘛，随开临时记者会，强调高端的保密期限敢若5年，并不是30年。我们原约定保密期限。 是到这个合约签署日后的5年，为招公信，我们就双方都同意提前公开疫苗采购跟接种计划的推动，我们都秉持专业，而且以全民健康福祉为优先考量。疾管署强调讲，高端疫苗的总采购价金是40.3亿，预约数量是500万剂，都剂量逐剂810块，单剂量逐剂881块。迄当中为着爱厂商预约，要求得标的厂商伫得标价当中30天内交5%的履约保证金，在里面有多了一个履约保证金的部分啊，就是说疾管署能要求得标厂商在这个签约后之次日30日内缴纳这个契约金额5%的履约保证金哦，因为他最后EUA成功哦，所以这个并没有用到这一条。因为每一种疫苗保密的时间无同款，按算伫2026到2011年来分别解密。疾管署讲，亲像高端和 AZ 拢是保密5年 ，BNT 是10年。另外，敢会公开其他疫苗的合约？疾管署讲，目前敢若高端同意公布。因为我们是跟各个不同的公司去订这个保密合约，那目前只有高端同意去公开他们的一个合约，那其他的这个疫苗公司事实上并没有同意。疾管署强调讲，高端疫苗的采购案已经经过监察院、审计部和立法院的调查和质询，充分接受检验，无啥物袂当讲的所在。而且检方侦查相关案件63案，拢无查到不法签结，表示政府并无秘监督，也是有任何不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